Hello，大家好，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近期網上流傳一宗的士趣聞，有乘客要求以公司價85折搭的士兼攞收據，點知司機喺單據上面給咗個紅印，明確標注乘客要求85折車資，實付港幣159蚊，懷疑係想防止對方以原價報銷，惹嚟網民熱烈討論。事件發生喺一名乘客從元朗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嘅旅程中，聽講嗰位乘客上車後主動提出打公司價85折，司機亦同意提供優惠。不過喺付款同開收據嘅時候，司機特登加上紅色印章，標明折扣同實際付款金額，並喺社交平台發文分享，咁樣就睇下你仲敢唔敢攞張單去報銷。貼文一出，即刻引發兩派爭論。部分網民同同行拍手叫好，認為呢個方法有智慧又公平，可以防止部分乘客利用司機獲利，用正價單據向公司報銷嘅行為。佢哋指出，呢類公司價本來就係司機出於好意俾嘅折扣，如果乘客仍然試圖謀取額外利益，對司機並唔公道。不過，都有意見批評司機做法小氣或者唔夠專業，認為如果司機唔願意俾折扣，應該喺接單之前講明，或者直接拒載，而唔係事後加個紅印，帶有挑釁意味。亦有司機擔心咁做會破壞行內默契，影響業界形象。有資深的士司機指出，折扣制度其實長期存在喺業界，特別係公司或者長途客，經常會要求85折作為慣例優惠。佢認為要真正解決問題，應該由系統層面入手，例如喺咪錶或者的士應用程式中加入折扣功能，自動計算同列印折後金額，避免司機同乘客之間產生灰色地帶。對於報銷爭議，唔少網民認為照實報就得，指如果公司見到收據注明實付港幣159蚊，未必會責怪員工，甚至覺得員工幫公司慳錢。相反，以折扣價付款但係報正價，先屬於真正嘅誠信問題。都有網民舉例，超市或者網購單據同樣會列出折扣同最終金額，透明顯示折後價，本來就合理。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的士司機喺發出正式收據時，必須按照指定格式列明車輛登記號碼、日期、時間同車資等資料，不得擅自修改或增刪。如果司機喺收據上自行加注紅印或附加文字，理論上可能構成違規行為，潛在涉及法律風險。事件雖小，但反映出香港的士行業喺面對折扣文化同報銷制度時嘅矛盾同灰色地帶。一紙收據上嘅紅印，意外揭開咗乘客同司機之間長久存在嘅信任同公平問題。鍾意呢條片嘅，希望大家可以點讚、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可以掃影片上嘅二維碼，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多謝大家收睇，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我哋下星期再見。